过日8月15，唔那是中秋，嘛是元老的生日。台北下海城隍庙的元老历史已经超过半世纪啊。为着要甲元老祝寿，今仔日有真侪信众来拜拜，领因缘饼，阁有一本Okinawa的艺典，甲大吊埕的八卦现写古亭来献价给元老。 旧历8月15中秋是一家会团圆的节日啦，嘛是元老圣诞的日子。17有济要求好因缘的民众来到台北下海城隍庙参加元老祝寿的仪式，食喜糖领因缘饼。线上抽签的那个网站，然后他就寄批给我讲，今日有这个活动，基本上吹点喝饮完呢。妈妈跟我们说，中秋节是月老生日，然后没有一个有男朋友女朋友，所以就让我们来拜。 摕到因缘饼的民众拢真欢喜，日头正炎，也是有各地民众专工来拜拜求红线，也是行关。另外中秋之间，阁有日本 Okinawa 的西镇和太鼓队来到下海城隍庙献价祝寿。 所有伫庙埕内冷气不止啊活泼，现场的民众是看甲真欢喜。台北下海城隍庙表示，各过一2个月，特别甲元老请到 Okinawa 交流，所以 Okinawa 的艺典就趁元老圣诞节日来表演电竞。除了疫情的时阵，咱每一年拢有去甲这 Okinawa 啊，去遐唔是拿新名去，啊，阁有教因讲台语啦，啊，做台湾菜啦，还是讲做一寡台湾的 DIY 啦，吼啊，就是讲咱家己的故事，讲咱家己的文化啊嘛，元老亲像唔那看因缘，嘛是看咱两个所在的文化，甲看起来安尼啦。庙方表示，元老是关各种缘分的心灵，希望透过祝寿仪式分因缘饼，互民众无论是因缘当缘拢通顺顺利利，嘛毋望台湾透过民俗文化交流，通和世界结好缘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